人呢？有人吗？你是谁呀？我手机呢？把我手机给我！我靠！看来昨天晚上真是喝大了，怎么跑剧组来了？子豪，你可感觉好些？哎呀，行了，别演了，把你们导演叫来，我要跟他聊聊。导演，子豪，昨晚……哎，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子豪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你们拿了我的身份证。等等，你们是怎么把我弄来的？你们有什么企图？你们是哪个单位的？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夫君，妾身是你的家人啊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我衣服呢？把衣服还我，还有我的手机。钱包我不要了，钱我也不要了。你总得把身份证给我吧？这说的都是什么呀？这衣服，你不是穿在身上的吗？我想起了，我被卡车撞了。我是不是死了呀？我还有一把老腰子呢。夫君，你是病了吗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等等，谁是你夫君啊？我刚分手，哪来的媳妇儿？你说实话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夫君，你不记得妾身了吗？是你的发妻雪影啊！发妻雪影，你别哭了，别哭了。看来我是真记不起来了。哎呀，我脑子有点乱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你能帮我好好回想回想吗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侯爷府，是咱们家呀。家，就算是家，那咱们家住哪儿啊？夫君，你不会连这都想不起来了吧？咱们家在长安啊。长安？你为什么叫长安而不叫西安？难道你是大汉民族主义？好吧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咱们这儿解放了，咱们家是不是地主啊？老朽倒是听说过一种怪病，多是因头部受创所致，轻者头痛且晕，健忘，目光呆滞；重者失语，偶不欲食，为肺不用。老朽妄自猜想，这小侯爷怕不是得了这种病吧？那可怎么办？我只是一时气急，没想到却气坏了夫君，我真该死。夫妻同苦共甘，棒打鸳鸯不散。夫人您行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一套一套的。周大夫，这小侯爷的病到底有的治没得治啊？扎上一扎，兴许有效。嗨，这何谓扎上一扎呀？就是扎穴道，有4阴针、4阳针、4大总针、8法神针、9转还阳针、马丹阳12针、鬼门13针。这听着邪乎，这咋还兴许奏效呢？俗话说得好，扎一针胜过吃10副药，扎针拔罐，病好一半。那太好了，那快扎吧。且慢，俗话又说呀，宁开10副药，不动1分针。这到底扎还是不扎呀？
不斩。我还是给小侯爷开10副药吧。夫人，药方在此。你怎么又哭了？别哭了啊！再哭眼睛都肿了。我嫁到府上3年，哭了3年，夫君怎么从来没说过这样的体己话？不会是为了外面那个不三不四的狐狸精，昨天可以气得背过气，今日醒来又装失忆下妾身，现在又这样低三下四来求妾身吗？怎么被说中了？无话可说了吧？痒，我可以见你痒吗？这次真的是你误了我。不管以前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真的已经失去记忆了。不管我以前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我真的都不记得了。更别说我在外面有女人。我连认都认不得，我还带得回家吗？既然我们俩是夫妻，那我们就得感情和睦，家庭圆满。我既然娶了你，就要对你、对这个家负责任到底。原来的事既然已经忘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不管以前那个我伤害了你多少，就让现在的我给你一点一点的补偿。娘，我真的很饿呀，咱们俩能不能先弄点吃的再说呀？日子还长着呢。周大夫说夫君体虚，要少吃多喝，妾身这就去准备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衣服呢？怎么穿来着？我有点忘了。里边没扣上，这都怎么扣的呀？这个。哎，这大户人家的饭菜跟电视上不太一样啊。那些整只猪、整只羊、烧鸡啊、生猛海鲜什么的都在哪儿呢？又不祭祖，哪来的猪羊？还电视呢？夫君能考上个县士、府士，妾身就替夫人和老爷烧高香了。算了，跟你们说话说不明白，先吃饭吧。吃完饭你带我在家里边转转，我好熟悉一下地形啊。洗好了，夫人。哎，我看看，你被蚊子咬了。莫大惊小怪，谁人不被蚊虫叮咬？哎，要是有瓶花露水就好了。夫君说的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夫人，秦小公爷和陈小公爷来访了，还有云家老爷身体不适，也差人来了。消息传得可真快啊！这几位都是谁啊？怎么连他们都不记得了？哦，想不太起来了。秦玉秦小公爷是胡国公秦叔秦叔宝的孙子，而程初程小公爷是卢国公程老将军的长孙，这2位都是夫君的好友。而云老爷，云家庄的，跟我娘家也算是远亲，看着王家家道没落，惦记咱的田产呢。二女，你服侍老爷洗浴，我去前面接应一下。嗯。哎呀，看我这条美腿呀！这小丫头怎么不爱说话呀？老爷，妖精的。老爷这一病，跟变了个人似的。对夫人好多了，
对我也和善了。啊，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可是开了眼了，这就叫排场。还别说，咱小侯爷别看一只单传是吧？那也是别人大家不敢比的，是不是？咱侯府很多年都没这么热闹过。你看这么多礼物，仓库也放不下呀。腾出一间房，是，小蝶正在后面收拾着呢。不过东西太多，别招了贼啊！剁碎了喂狗。剁碎喂狗，这么多宝贝，剁碎喂狗，狗吃人参，那非窜流鼻血不可。我说的是贼。哦，了然了然。哎呀，我这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呀，只可惜连个洗发水也没有，真是洗不透，洗不爽啊！哎。啊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老爷，您不喜欢奴婢给您煎的茶吗？啊，不是，就是太烫了。奴婢帮您吹吹。哎，不用，晾晾就行了，晾晾。这些都什么呀？煎茶的茶叶和香料。香料。茶叶末、烟丝。上初中那会儿就一直想试试，要是拿茶叶末代替烟丝，卷个大烟泡，抽起来岂不是很爽？二女，你去拿一张宣纸来，然后把这些什么茶叶末啊这些东西都给我卷成一个毛笔状，好不好？老爷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哎，叫你去你就去，别问那么多了。去啊，还愣着干嘛？老爷，咱们府上没宣纸。什么？我堂堂侯府连张宣纸都没有，宣纸太贵了，平时府上也用不上。那破玩意儿能有多贵啊？回头备几刀啊！你老看着我干嘛呀？老爷生病了以后，完全变了个人，越发像个侯爷了。那老爷我生病之前什么样啊？累坏我了，客人送走了一波又一波，看来这王公贵族啊，还没忘了咱王家。夫人，崔小公爷过府了。夫君，妾身去外面照应着，你要是累了，就上去躺会儿。等，我看看。这大包，疼不疼啊？就是痒痒。二女，哎呀，你能不能不要 biu 的一下就出现了，跟个魂儿似的？走，随我去书房，老爷我要写俩字儿。笔墨伺候。你识字吗？这丫头居然识字！你会唱歌吗？会跳舞吗？会弹琴吗？会跳骑马舞吗？你识字？会跳舞吗？会唱歌？真的识字？看来这丫头真的识字啊！认识这两个字吗？黄牛，从左往右念。牛黄，哎，
这个呢？麝香。哎呦，这个薄荷。这个呢？你要再点头，我马上就要问你微博、微信、手机号。哎，家里有酒吗？给我拿一壶来。这丫头不多言不多语的，我喜欢。老爷，嗯，这酒也就20来度啊，这挥发率太低了，得想办法这酒蒸馏一下呀，蒸馏啊，蒸馏。竹子可以做野流管啊！这丫头天生就是个捏背的，手法娴熟，出神入化，提神醒脑啊！二驴，你去给我找个大蒸锅来，快去快去！得，就是它了。引流管成了，来来来，这么大的锅呀，这也太笨了吧！要是有个德国不锈钢锅还行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这大堂啊，什么都得凑合，凑合着来吧。来，给我搭把手啊！别愣着了，快把酒倒进去，我要把这酒提纯。来，快去，把那16味药给我拿过来。老爷，嗯，好，药准备好了，哎，你先去磨一磨吧，我先上个茅房，你快磨快磨，回来我看啊啊。背流直下3000尺，哇，啊，爽，哎。不是吧？这谁耍我？丧失了背些宣旨吗？胡丈房是文化人，应该有宣旨吧？胡丈房，胡丈房，胡丈房！小侯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你们大堂的厕所，老子算是见识了。胡先生，你有纸吗？纸？啊？有宣纸吗？小侯爷，如厕的时候还要写字啊？我写个屁字，我擦便便啊！擦便便？何谓便便？老奴从来没听说过呀。
便便就是屎，你非逼老子说糙话是吧？老爷，我要擦屎，听懂了吗？擦屎？擦屎还用宣纸啊？老奴我活了大半辈子，闻所未闻呐。再说了，宣纸这么金贵，老奴这儿哪有啊？难道我王子豪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这个棍子上吗？我的清风，我的维达，我的心相印呐！哎呀，小侯爷，恕老奴无能为力呀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退下吧。是。煮蒸的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不错不错，50度的老白干，味儿不错。可惜就是工艺有限，没法批量生产，不然咱们开个酒厂肯定赚大发了。那奴婢岂不是每天都能跟老爷对酌小饮？那可不，自己家的酒，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。那奴婢现在就想跟老爷一醉方休。嗯，你这丫头怎么一点都不学好呢？你成天都想什么呢？你再这样我抽你了。奴婢愿意被抽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抽你？你给我把屁股撅起来！你下次这样我还抽你。奴婢愿意等着下次。你是不是气我是吧？你快一边去，一边去！我还有事要忙。这丫头，今年的雨水多，夏粮入仓之前要好好的晒一晒。哎，对，晒晒不长虫，晒晒更健康。俗话说得好，天上一连班，晒过不用翻。如若每天晒，幸福咱长安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粮食先不晒。哦，云家庄的打发人来问转让田产的事儿，你去回个话，就说过些时日再说。行，但是钱叔，那个云家庄的嘴就是黄鼠狼的腚，他憋不出好屁来。这还用你说啊？赶紧去！哎，得，我这二脚一搓蹬，操啦啦啦！二女啊，哎，把那个药磨好的拿过来。对，就是这个剂量。咱们先试验一下。就这样，晃，就一直晃，一直不停的晃，直到把里面的药化开为止。不能偷懒啊！来吧。好，晃吧。得给这个花露水设计个漂亮的包装，取个好听的名字呀。二女，哟，这丫头你还真实诚啊！你还摇呢？快，把这葫芦放那边去，歇一会儿。过来给我按肩。怎么给她起个好听的名字？设计个漂亮的包装呢？有了，就叫酒花玉露啊！通通用那一大扎的小葫芦装起来，再涂上颜色，有意境啊，太有意境了！
谁怜方醉酒？春露到秋风。司空曙，好诗句啊！就叫《九花玉露》。这小丫头小手可真是神了，她这么一推一捏，我就思如泉涌，智慧百出啊！夫君为何魂不守舍？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对了，夫人，今日见你大作，无论是文采还是字体，颇具大家风范，堪称极品呐。比为夫真不是强的一星半点儿。哎呀，真是羞死了！夫君都看见什么了？今日在书房，无意中禀见夫人一首五言诗，依稀记得其中2句：“谁怜方醉酒，春露到秋风。”如此诗句，实乃当世绝品呐！这是我写的吗？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？全诗是什么？读来听听。我只见到这2句，可能是夫人有感而发，妙手偶得吧。哎，不记得也不奇怪嘛。有感而发，妙手偶得。夫君说的真是精辟。谁怜方醉酒，春露到秋风。这真是我写的吗？难道我也失忆了？儿女，笔墨纸砚伺候。夫人，敬你一杯。此2句才是绝句。夫人，快，此等诗句，定当流芳百世，快记上。夫人大才呀！只是这些年在家里受了不少委屈，能得如此贤妻，夫复何求啊！来，这一杯就当是为夫为这几年给你赔礼了。哎，对了，夫人，前几日见你被蚊虫叮咬，于心不忍，于是这几日在家潜心研制了一种有驱虫效果的香料，取名《九花玉露》，还请夫人题词。夫人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不如咱们回屋采梅吧。娘子，看看，全都买到了。你这是在侮辱我呢！我栓子办事儿什么时候办砸过？哎，你知道栓子是啥意思吗？系牲口的绳。放屁！哎，用小侯爷的话讲啊，就是靠谱的人。懒得和你说。嘿，我还懒得和你们这些粗人打交道呢，是不是？卸货了啊，乖。夫人，那葫芦都拉回来了。二娘，快去，把东西都给我拿进来。夫君，这九花玉露干根好使吗？
有事儿跟您商量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夫人，自从学了骑马舞之后，好像面色越来越红润了。真的啊？真的啊，越来越漂亮了。讨厌。黑把扎黑。钱管家，跳起来啊！跳一跳，10年少呢。哎呦，算了，我这把老骨头受不了。没情趣。哦，对了，云家那边过话了吗？啊，过了。他们惦记着咱们那几十亩熟田，我让人给推脱了。啊？九华玉露，太棒了！老爷，你还是个心巧的人呢。你喝酒了？酒好，诗好。就你不学好。快来，帮我把这些都装瓶啊！哎。大功告成，来，拿着，这是给你的。哎呀，叫你拿着你就拿着，快点。这5瓶是不同的香味儿，擦在身上都能驱蚊止痒。去吧，把夫人给我叫来。哎，等，得了，我自己去吧。夫君。啊，今天又做出什么好诗句了？都不如意。夫君，我都怀疑那2句不是我写的。别灰心嘛，你是因为太过执着，所以才束缚了自己。夫君所言极是。自从夫君失忆后，感觉夫君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是吗？哎呀，作死呀！夫人，我送你样东西。九华玉露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神了！夫君一进来我都闻见了，还用猜吗？快给我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！喜欢吗？这是那天晚上我写的字，还有这2句诗。二女，过来，都干什么呢？拿着。你抹了几种啊？5种你都擦了？你傻呀你！晚上去洗澡去啊！
洗完澡之后只能擦一种。行行，你现在就去吧，去呀，还愣着干嘛呀？去。这傻孩子。哎，跟二女干嘛呢？哎呀，夫人，这丫头片子擦那么多酒花玉露，弄得呛人，我教她怎么用呢？就像夫君昨晚教妾身那样吗？哎呀，夫人，你想多了，二女还是个孩子呢，这些日子辛苦她了，要是没有她的话，酒花玉露也不可能研制的这么快啊。是该给人家奖励的时候了，我就给了她几瓶，没多少。是，夫君做的玩意儿，愿意给谁就给谁，犯不上跟妾身说。唉，14岁也不小了，妾身这几日正发愁，是不是该给二女找个婆家呢？啊，夫君倒是给了个好借口。别呀，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？别因为这点小事害了人家姑娘啊！这你也得问问人家自己的意见呀。给她找婆家就是把她给害了，那我父亲岂不把我也给害了？让二女自己找婆家，那我算什么呀？那夫人，你误会了，真的不关二女的事儿。这个东西是我为你专门研究的，只是擦起来有些不同的学问，每个人擦起来都有不同的味道。它用了之后，我们以后再配置也好用啊。夫人，我真的是为你着想，你要相信我。 5个，选哪个呢？排排坐，吃果果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宝宝不再留一个。那夫君的意思是，一个二女还不够用，要多几个丫鬟不成？那要不，妾身把城里那位姑娘也给你接回来？呀，大姐，姑奶奶，我求求你饶了我行吗？我哪有你想的那么下作呀？我对你一片赤诚啊，简直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啊，天地良心。你别说什么城里的姑娘了，我连城都没进过，以前的事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，这个院子我都没转全呢，我多冤枉啊你！妾身知道，夫君对妾身好，宠我，疼我。 妾身都感受得到，妾身以为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了。这些日子，夫君都把妾身宠坏了，怕你病好了又像从前那样跑出去不回家，怕你再也不跟妾身说话。夫人担心的也不无道理啊。一个不让自己女人放心的男人，那真的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失败的男人。 要不这样，咱们明天啊不，今天吧，一会儿咱们就去城里把那个姑娘找出来，跟她说清楚。夫人，你给我支点银子，就当是给她的遣散费了。城里的房子咱们也不要了，以后呢，就跟她再也没有关系了，好不好？再有，二女真的是无辜的，我就不多解释了。但是夫人，你要真觉得她的存在不影响到咱们俩夫妻感情的话， 那就给他找个好人家了吧，也别说咱们家亏待了他，是不是？以后呢，咱们家里边就找几个小老太太来伺候，年轻的姑娘就不让她来了。再有呢，别再有了，听得让人瘆得慌。这要让别人听见，还不笑话死妾身了？今天的事儿，实在是妾身无理取闹来着，夫君别往心里去。 至于外面的那位马，咱王家也得给他个说法，不是？这事儿啊，夫君不适合亲自去，就交给妾身来办吧。总之啊，妾身一定让他满意就是。太好了，夫人。还有啊，二女的事儿，夫君也不用操心了。这丫头是我过门时的陪嫁，跟着咱俩一起拜过天地的，也算是咱王家的人。妾身是看夫君失意，欺负你来着。 还气我，还气我，气我，真是。
夫君，前些日子来探望咱的那些大人们家里，咱们得一一去拜会了。正好啊，我正想去看一看传说中的长安城呢。可是回什么礼好呢？别人可都是拿着重礼来的，这送轻了不合适，重了又肉痛。那还不简单，就九花一路啊。不行，这些都是我的。还有，夫君以后要是给别的女人送什么东西，必须得先经过妾身，不然妾身让她好看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这批都给你，回头我再做一批，留着送礼的。再把你那几首诗也烧在这葫芦上，也给他们看看，我夫人多有文采，给我长长脸。那这次就听夫君的，改明儿啊，我亲自给夫君帮工，多叫几个下人帮忙，别把夫君累坏了。那可不行，我们这秘方可不能泄露出去。再说这活儿又不累，我看就二女得了。看来夫君还真离不得二女啊！这九花玉露一出来，就先送给她了。这里面的秘方，怕是也不想让妾身知道吧？哎呀，夫人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以后呢，家里的事儿就你说了算。这个方子呢，夫人就好好收着。以后夫人一句话，我就鞍前马后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好不好？夫君的秘方刀法是越发威猛了。别动！此处剑气未消，非常危险，还是等我去找你吧。头发长，见识短，此乃独孤九剑，可不是昨天的披风刀法了。哦，是妾身搞混了，还望夫君莫怪罪。不怪不怪，不如为夫就将此独孤九剑传授于你，以后你我双剑合并，剑来剑去的也好驰骋江湖，你看如何？夫君说笑了，妾身一介女流之辈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就算得此剑法，也发挥不了其威力。也罢也罢。哎，夫人今天为何没跟二女一起二呢？脸色看起来也很差，是不是这几日跟我一起上门回礼太累了？夫君不知道，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，腰酸腹痛、心烦意乱，而且也不适合大动作。用卫生巾啊？何为卫生巾？你没用过卫生巾？夫君说的可是月事布吗？不哪行啊！当然得用那种吸水力超强的那种，左翻右翻前翻后翻都不侧漏的，弹力贴身才行啊！何处寻得此宝？这还得容我三思啊！夫君又说胡话了。哎呀，夫人既然不舒服，今天就好好在家休息吧。程老爷子那边今天我一个人去。那怎么行？那陈老爷子性情古怪，我担心夫君一个人应付不过来。俗话说得好，程小金上阵也就能3板斧。哪有这句俗话呀？再过个几百年就有了。反正夫人啊，你在家安心静养，卫生巾的事儿，我帮你搞定。谢谢夫君。小二货，继续啊。哎，刚才我给你练的是9937路开山大斧。程爷爷真是老当益壮，这个斧锋威猛，技艺精湛啊，高，实在是高。子豪果然内行，看出我五斧的精妙之处了。哎呀，好，刚才用的这个什么路啊，感觉爽多了啊，腰也不酸了，腿也不疼了，好像年轻了80岁啊！你看这有没有？这坛子你拿走啊，明天给我装满了送过来。哎呀，好好爽一爽啊！爷，此物虽好，但也珍贵，配饰起来想必也十分的繁琐。爷爷为难王兄了啊！好，老夫糊涂啊，子豪莫怪。啊，无妨无妨啊！此物虽然珍贵，但是能承蒙程爷爷青睐，甚幸甚幸。程爷爷放心，以后每季小子毕竟亲力亲为给您送来这么几瓶，还请程爷爷笑纳。好，还是子豪孝顺啊，不像我这些书。
哎呀，来呀，把板斧拿过来。是。我再练一套8821套化工大斧。来来来。哎呀，真香，香，真实在是香。见识了吧？啊，这可是从极西之国传来的东西。这卢公程老爷子都知道吧？知道。70岁高龄的老爷子，就用了一滴，您猜怎么着？愣是把那100多斤的大斧子耍了整整1夜呀！一大早跟没事人似的，能吗？不可能！你看，不信吧？不信，连我他妈都不信，这可是真事儿。还有，我父亲终日为国操劳啊，身体是每况愈下，我这当儿子的看着心疼啊。昨日我将这9花玉露献于我的父亲大人，我父亲不知用法，多涂了几滴，哪成想啊，1夜没睡呀，这洋洋洒洒写了将近100万字的文章啊！一大早上朝，老爷子走着去的，在路上硬是赶上了骁骑卫罗的人。这罗的人那是武官啊，平常骑的那是皇上御赐的特了标啊，日行千里的宝马良驹啊。就这样，一人快马飞驰，一人悠然自步，两人拉着家常，竟然一起到了。哎呀，还真神啊！真神！这个东西真有点神。忙活了这些天，终于搬犁给回完了。今天真是难得的清闲呐！这不是往脸上抹硫酸吗？甭说是古代，就是现代的化妆品也是花钱买糊饼啊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别老往脸上抹那些胭脂粉黛的，抹多了会毁容的。夫君，妾身今日要参加离间侯夫人的品诗会，夫君就迁就一下嘛。你昨天不是参加了吗？昨天是齐郡主举办的，和今日不同。那你今天又不陪我呀？我还想进城逛逛呢。让二女陪夫君去吧。一会儿妾身跟管家说一声，让他给夫君备上马车和随从，好不好？那你就不怕我跟二女背着你那个啥？妾身早知道夫君想了，夫君和二女那个可要偷偷的，妾身假装不知道，不妨事儿。陈雪影女士，你这样很奇怪，我非常不习惯，好吧？夫君，妾身屡屡收到邀请，都是夫君的功劳。以前啊，妾身因为出身的原因，都不敢跟那些有身份的女眷在一起，甚至想都不敢想。可如今，都是因为9花玉露，各种聚会，妾身都无暇分身了。那我可真跟二女婿了。不过你真得听我的，这些东西少往脸上抹。你说你年纪轻轻、漂亮佳佳的，不用这些东西照样好看。夫君对妾身最好了。这几日啊，妾身才知道那些个女眷啊，别看表面风光，其实没几个幸福的。那些公爷侯爷，哪个不是妻妾舞女成群？像夫君这样对妾身宠爱的，真是少之又少。夫君，以前是妾身不懂事儿，太糊涂了。妾身以后一定改掉嫉妒的毛病。妾身知道夫君喜欢二女，所以今日夫君就跟二女单独在一起，让妾身适应适应。夫君意下如何？有这么适应的吗？你说你才跟那帮女人在一块儿多少天了，就学坏了？你再这么说话，小心我抓了你出不了门！夫君饶命，妾身再也不敢了。妖精，白天就放过你，晚上我再收拾你。赶紧收拾，收拾完吃早饭。我先走了。这么早就来了，还真是干事业的人哈。哪里啊？先说，主要是秋天的比赛要再输的话，爷爷非跟我抄斧子不可。那就走吧。
昨日的比赛有数名球员受伤了，今日也是不宜再训练啊，过个4、5日再说吧。今天不能训练，不代表不能总结经验啊。昨天新办，这不正好组织大家总结一下经验，讨论一下战术，再回放个录像看看什么的。子豪兄，我今天带你去同福楼对诗会的。对诗会？那有个屁意思啊！一帮穷书生唧唧歪歪的。子豪兄有所不知啊，这对诗会啊，全都是文人墨客、窈窕淑女啊，你到底去不去？窈窕淑女？那我跟夫人请个假。哎妈，你且与夫人说是与我商议蹴鞠事宜，万不可跟她说起对诗会的事儿，切记啊！走着，走。二女，夫人，你喜欢老爷吗？一流看不出来，人小鬼。好，兄亮啊！德州兄仗义啊！兄弟海量啊！不愧是豪杰之士。今天既然如此雅兴，小弟就献丑了，为大家吟诗祝酒，怎么样？吟诗祝酒，这个好。男人不喝酒，交不到女朋友；喝酒不唱歌，那酒等于白喝。说得好，子豪兄一语就道破了这喝酒当中的玄妙啊！既然如此，诗人，那我就献丑了啊！前边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中央。好，怎么样？小弟我斗胆献丑了，也为列位啊献诗一首。程兄要来一首，你回去。进万里兮，渡沙漠，为军将亲，奋匈奴，戮穷越兮，诗人催，世众亡兮，民已退。老母已死，虽欲报恩，将安归？我听我爷爷念过，你爷还会念诗呢。哎，好吃啊！哎，好。刚刚对面吟诗的是谁？回公主是通国公崔老将军的孙子崔章崔氏人。就是这声音如此银绵无力。那接下来这个又是谁？回公主，这位是程老将军的孙子程初程多昭。果然有程家门风，就连这嗓门都颇有金歌之声，吓得本宫心惊肉跳。哎，各位兄台，今天大家聚会，我发现子豪兄一直都不动声色啊，没错，是不是？久闻子豪兄可是诗画双绝，不如借景旁色，作诗一首，也给我们添添情趣，让我们见识见识子豪兄的大才，怎么样？没错，子豪兄，诗画双绝可不敢当啊！小弟前日那个脑袋犯那个病，现在还不太好，诗画这个记忆已经忘了。各位要是不嫌弃呢，那我就给大家来个舞刀助兴，如何？好，太好了！那小弟就献丑了。我这个降魔刀法，
可是我在失意之间用心悟道。总共8864式，耍起刀来，刀在人在，精尽人亡。你们大伙儿都给我闪开！快刀！此刀法怎么如此有韵律？抖刀！完全没有见过的刀法，与众不同。甩刀！拧刀！此刀法果然新颖，再有就是暗器了。哇！那请我写。厉害厉害厉害！这个人是谁？他在做什么？回公主，此人便是因失忆症而传遍长安城的王修王子豪。他现在正在舞刀弄枪，其套路招式极为深奥，奴婢看不明白。他就是王子豪，那九花玉露就是他配制的。他还有一个才情双绝的夫人，是不是？是，正是此人。有点意思。去，传本宫的话，请对面的才俊来此做客。是。行，我自己来。哎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夫人。夫人，是小侯爷让我们来挂土电话的。这土电话是干嘛用的？小的也不知道，反正老爷就是说。你先等会儿，夫人。你继续说。别闹。小的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小侯爷让说挂这个土电话，然后夫人就不允许我们进内院，也就是说不让我们进内院，有了土电话就能一劳永逸。也就是说呢，就是这次进内院永远不让我们进内院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说了半天都没说清楚。二娘子，你告诉我，这土电话是干嘛用的？老爷让做的。我问你是干嘛用的？能方便联络。怎么个方便法？夫人，那个还是让我说吧。是这样的，这个土电话呢，您和老爷在后院摇这个铃，前面那个铃呢就响了，我们这些仆人呢就知道你们和老爷出事儿了。如果我们仆人出事了呢，就在前面摇那个铃，然后后边的铃就响了，你就知道我们仆人出事了，就是这么便利。夫人这办法果然神妙，你们继续。等等我呀！各位才俊，兰陵公主有话，请到对面雅间一叙。走。见过公主，见过公主，见过公主。都坐吧。今日在此偶遇我大唐才俊，遂冒昧相邀，感谢各位赏光。不敢不敢，我等受公主相邀，荣幸之至。在下崔章，谢公主赏识。在下程叔，见过公主，公主体态优雅，真天人也呀。贱的。子豪，你刚刚舞刀并未尽兴，就被本宫打断，是否继续啊？公主，子豪兄的刀法虽然精准，但是这刀剑无眼，更何况雅间又十分狭小，不如我们在这雅间里来饮酒猜眉，或者是作诗作赋，或者抚琴高歌，公主意下如何呢？衣冠禽兽。诗人兄言之有理呀。不过我病后失忆，诗词歌赋我看就免了吧。要不咱们换点别的？不行，这个我行，不行啊！都是禽兽，想看我的笑话，没那么容易。子豪，既然大家都不同意你取消，那就按世人说的办吧。一会儿你若真觉得为难，本宫替你向他们求个情，如何？公主好意，子豪心领了啊。一会儿还请公主手下留情，多多周全。吴先生，夫人让你算一下，今年的收成能兑换多少银子？比去年多了2成。哎呀，今年的日子好过多了，再加上小侯爷生病的时候接的那些礼金，侯爷府总算是缓过气来了。不，这接来的礼金呐，早晚都得还出去，这些个不能打在开销里。说的也是啊，接多少还多少，人情往来自古都是如此。不过
也知足了。前些日子夫人还要变卖嫁妆和首饰呢，现在看用不着了。咱们王家的先人显灵了，让咱小侯爷害了这么一场大吉大利的病啊！哦，钱管家。哦，夫人，哎，夫人，把礼品里那些药材都运到我娘家去，放到药房寄卖了吧。哎，别忘了跟我大哥说，都是上好的药材，一定要现银入库。是夫人。子豪输了，哎，子豪输了公主赢了，公主赢得好。我输了。知道为什么输吗？输就输了，还用知道为什么？我给了你5枚棋子，你手里有3枚，还剩几枚啊2枚啊。那你为什么把那2枚棋子放桌子上？哈，子豪输了，公主赢了，子豪输了，公主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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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子豪，用不用本宫替你向他们求个情啊？哎，不用不用，既然输了，我就认罚，别坏了规矩。那我就吟诗一首。好，好，听了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来了啊！老子就嫖上一首，让你们都傻眼。快点，快点，别墨迹了。说呀，快点。宝轮金地压人寰，独坐苍冥起玉关。北岭烽烟开未却，南轩气象震商山。霸陵车马垂杨里，巾帼城池落照间。暂放尘心游物外，六街钟鼓又催还。哎，还让人活吗？不是说这失忆了就不能做事吗？这还让人活吗？好吗？好诗。不过这首诗的作者不是我，我爷爷。去你爷爷的！说来有些不好意思呀。哎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就再嫁祸他一回吧。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剑内王陈氏，字学友。这么晚了，夫君怎么还没回来？这个蹴鞠有那么好看吗？该不会是旧病复发，又去找那个狐狸精了吧？你先下去吧。子豪兄可真是好福气啊，娶得如此才女，真是羡煞旁人。子豪兄真的是可怜呐，妻室才情如此卓绝，这平日里子豪兄该如何在他面前昂首挺胸啊？是啊是啊，此等女子只可远观，不可迎娶。我如遇此女，定然以死相决啊！哦，二位说的没错，子豪兄惧内的这个事情是真的。你不知道，他每天都围着他夫人的裙子打转呢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上我们家用餐都要写下人回府禀报。真的，这听我跟说了啊。你知道吗？只要他夫人派下人来我府上来一趟，你知道他的表情是什么吗？夫人，夫君，我被程初那小子给骗了。怎么要紧吗？他本来说要带我去蹴鞠队的，可是走着走着就到了同福楼。你知道我失忆之后根本就不记得路，我就被他给拐骗了。然后呢？他们干嘛？为什么要欺负夫君啊？他们说要猜谜，我当时喝得神志不清，稀里糊涂的就跟他们去了。可怜的夫君被他们算计了，这帮人真坏，竟然欺负夫君失忆。我还输了，
夫君，我哪里会做什么诗词歌赋啊？当时我很绝望，我很气愤，我很孤独。可是上天还是眷顾我的，我冥冥之中看到一个女子飘然而来，神奇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是谁啊？就是夫人你呀，我最最亲爱的夫人呐！是你给了我勇气，给了我希望，给了我力量，还给我做了一首诗。我给夫君做了一首诗。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个日本人，我真想抽自己2个嘴巴。我还给夫君做了一首诗。是，你做了。你当时风姿绰约，体态婀娜，你就像那救苦救难的活菩萨，普渡苍生的女神。你轻启朱唇，声音美妙动人。宝轮金地压人寰，独坐苍冥起玉关。北岭烽烟开未却，南轩气象震上山。霸陵车马垂杨里，巾帼城池照落轩。暂放尘心游物外，六街钟鼓又催还。你都不知道，当时我念完这首诗之后，他们一个个都什么表情？让他们还敢欺负夫君？我的夫君最有才华了。不，是夫人你有才华。这首诗是夫人神魂相魄授意我做的，所以这首诗的版权应该归夫人所有。我啊？当然是你啊！其实好幸福。我当时就义正言辞地告诉了他们，这首诗的作者就是我的夫人。我？你这还别说，这小侯爷大病一场以后，这花样还真多。我觉得也是，多说几个字能死啊？从小就这样。对。二夫人告诉侯爷和夫人，那个今天我还没说完呢，他怎么就走了呢？就你废话多。